Hello，今日帶大家介紹嚟參觀城中林朗天峰，我哋元朗。咁咧呢度咧出名高質素噶啦，咁事不宜遲，介紹翻個單位入邊俾你哋睇下先。單位實用面積397尺，嘉里高質打造3.5米高樓底，隔音非常之好啊，雙層玻璃隔聲隔熱啊，揼本之作。咁發展商奉送家私啦，當時買嘅時候新足未住過喺呢度。客房、主人房啦 ，L 字形玻璃，咁瞓醒就係呢個景咯。睇埋洗手間咯，洗手間名次設計乾濕分明，少有名次啊！呢啲係。咁睇多次個單位先。好，同大家介紹到嚟呢度啦。